台湾和印度伫咧2月底完成移港合作的备忘录换文，1个月内要报予行政院来核备，佮送到立法院查照。劳团认为要引进印度移港影响真大，应该是要予立法院来审查才对，而且应该要由政府对政府直接来请移港，避免去予中人白写。移港 MOU 要审议。大声话口号要求单日移港的 MOU 要由立法院审议，而且移港引入就要采用政府对政府的直评方式。台湾甲印度2月底完成 MOU 换文，30天内就要报行政院核备，结果送立法院查照了生效。引入印度移港的议题，即马继续伫咧吵，真侪劳团一个公民团体吹背到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，因认为印度移港引入对台湾的劳工、其他地区的劳工，一个台湾社会影响不加大，应该交由立法院审查，避免互相作业。谈的事情换成是跨国劳动力引进的时候，换成被影响的对象是劳工的时候，就变成查照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先跟对方签完，行政院备查，立法院念一念就通过了。立法院把关是民主国家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那这边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能不能落实国对国评估，其实也是一个民主的问题。包括菲律宾、印尼等国家的在台移工，也到场声援，支持政府对政府直评，也呼吁台湾的政府重视移工的人权，莫阁予中介收资买工费等乱象搁再发生。To ensure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, the rule of introducing migrant workers should no longer entrust the private agencies. Instead, a fair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involved. 那当然，我们未来在跟印度召开双边的这个工作小组会议里面，引进的方式也会把直聘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共同的来讨论。对此，劳动部回应讲，未来一个甲印度方面进行工作层级的会谈，讨论包括人数、行业等等，包括直聘等方式，也拢会列入未来的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